講真，怕鬼呢回事，我一早就唔當係一回事。你話鬼有幾恐怖？嚇下你，兇下你啫。講到尾，鬼都只係人腦補出嚟嘅產物。但如果你真係見識過人心，咁你就會明白，世上最恐怖嘅嘢，唔係漂浮不定嘅鬼魂，而係每日同你擦身而過嘅人，甚至係你最熟悉嗰啲人。鬼影係虛幻嘅，嚇完就算，但人心嘅黑暗，往往係真實到令人窒息。鬼呢樣嘢，從來都唔係咩真正嘅威脅。你睇下啲鬼故事，大部分都係夜晚發生，有啲風吹草動，或者陰影喐一喐，然後人自己嚇自己。其實所謂嘅鬼，好多時只係人類對未知事物嘅恐懼同埋想象。科學啲講，可能係腦袋開咗小差，或者環境光線同溫度搞到你有幻覺啫。但人嘅諗法呢？嗰啲真係肉眼睇唔到，但就實實在在影響住你。鬼只會喺黑暗入面出現，而人心嘅黑暗可以無時無刻潛藏喺你身邊，甚至係你自己都睇唔清。有句老話講得好，或苦或皮難或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人心呢樣嘢，表面上你睇唔到，摸唔到，但嗰種深藏喺內心嘅算計、冷漠同埋偽善，足以摧毀一個人嘅信任同希望。舉個例子，之前有個朋友阿偉，佢事業做得好順風順水，平時請食飯好大方，四圍都係朋友，個個都話佢係好人。但有一次佢公司遇到困難，資金周轉唔到，阿偉諗住揾啲平時自稱好兄弟嘅人幫下手，借啲錢應急。點知一個個都推三推四，有啲直接講冇錢，有啲話要問老婆，有啲連電話都唔接。阿偉嗰陣真係心淡到極點，佢話原來啲咩兄弟情、咩友情，只係你有錢嘅時候啲人先圍住你轉，當你有事，佢哋個個都走得比鬼仲快。呢啲情況就係人去茶涼嘅最好寫照。當你風光嘅時候，啲人圍住你，但當你失勢，啲人連你都唔理你。鬼會嚇你一跳，但人呢？係會直接將你推落深淵。人心嘅冷漠，先至係真正令人心寒嘅嘢。有一次喺地鐵站，我親眼睇到一個中年男人暈咗喺月台度。當時周圍都係人，但冇人理，大家都低頭玩手機或者行開避開，好似嗰個男人根本唔存在咁。呢種情況，我相信唔少人都見過，甚至經歷過。一個社會，如果連最基本嘅同理心都冇咗，咁仲點講咩道德同良知？鬼會嚇你，可能你會尖叫，但人嘅冷漠會令你心入面生出一種無助嘅絕望，因為你會發現，當你最需要幫助嘅時候，竟然冇人願意拉你一把。貪婪同自私係人心黑暗嘅根源。除咗冷漠，人嘅貪婪同自私仲可以將世界變得更加黑暗。你見唔見過啲新聞？有啲人為咗錢不惜出賣親人，有啲人為咗自己嘅利益，可以將朋友利用到乾乾淨淨，然後再一腳踢開。呢啲故事日日都發生，有時候甚至會發生喺你身邊。記得有一年，阿芬同佢細妹爭屋企人嘅遺產。本來兩姊妹感情好好，但因為啲錢，阿芬竟然去改遺囑，將所有財產攞晒自己名下，仲逼細妹搬出屋企。細妹知道真相之後，崩潰到成日喊，但阿芬無動於衷，仲話呢個世界就係咁現實，唔識爭，咁咪活該咯。你話呢啲咩心態？鬼會嚇你，但人嘅貪婪係會直接破壞你嘅家庭，甚至摧毀你嘅人生。人心仲有一個最恐怖嘅地方，就係多變。今日同你稱兄道弟嘅人，可能聽日就變成背後捅你一刀嘅人。你永遠唔可以完全信任一個人，因為你唔知道佢會幾時變成一個你完全唔認識嘅怪物。有個朋友阿東，之前同拍檔一齊創業，兩人好似兄弟咁，日日一齊開會，一齊加班，甚至連假日都一齊傾生意。阿東對佢拍檔完全信任，連公司嘅財務都交俾佢處理。點知有一日，
佢發現拍檔喺背後偷偷攞咗公司啲錢，仲開咗另一間公司，將啲客戶都搶埋去。阿東知道之後，成個人崩潰晒。佢話：我以為我同佢係兄弟，點知佢係準備咗把刀喺背後等我。呢啲情況真係比見鬼仲恐怖。鬼只會影響你一時，但人心嘅多變會摧毀你嘅信任，令你懷疑人生。鬼係咩？只係一個故事，一個傳說，一個影像。但人心呢？係真實存在，每日都圍繞喺你身邊，甚至係你自己內心深處嘅一部分。鬼嘅恐怖係短暫嘅，嚇完就冇事，但人心嘅黑暗往往係長期存在，而且會對你嘅人生造成深遠嘅影響。你可以避開一個鬼屋，但你冇可能避開人心，因為你生存喺呢個社會，必須同人打交道，而每一次打交道都有可能係一場危機。所以話怕鬼真係太幼稚啦。鬼只係一個虛構嘅恐怖，但人心先至係你真正需要小心提防嘅嘢。下次如果再有人話佢怕鬼，你就帶佢去睇下身邊啲人，睇下社會上發生嘅事，你就會明白鬼只係影子，但人心嘅黑暗先至係最深唔見底嘅深淵。如果你喜歡呢段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籬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啊！多謝支持。